来看基隆的八堵分驻所，一台货车撞入去，造成一个警察死亡。警政署长黄明昭今仔针对警察局的安全改善指出讲，未来会先互巡逻车停伫大门口哦，后摆警察局的大门口就要设计楼梯。警方最近嘛展开扫恶的行动。霹雳小组冷门攻坚，亚青顶去巡署，厝内大细物品装潢闸口大回，警方配合不法集团调工闹出消费纠纷，向店家讨赔，只要无配合，就出现恐吓，也带人大闹供店。落网的7名嫌犯全拢有帮派背景。到本辖多处的商家，先以消费纠纷为由，再借帮派的名义来恐吓商家并向被害商家强索1个月新台币1到3万元不等的保护费。为何国内治安？警方展开今年头一波扫恶肃清专案，短10天来查获嫌犯人数已经有399人，涉案帮派包括德联帮、天道明等等拢在内。查扣的各式枪支有77支，也毋过警方打击不法，那外出执行任务有风险。伫八堵分驻所发生冲浪的危险代志了后，即马外界也关注各警所的安全。台南几啊间的派出所挖进道路，以警车停动应变。花莲的警安分局也以巡逻车做缓冲。不过后面就发现门前只敢停3台的警用机车，引起安全性的质疑。甚至伫出代志了后，警方内部群组甚至要求当前值班禁止对局回手机向积极检讨基层，和外界批评。不是说一味的要督勤，然后要有一个惩处这样是非常不宜要以沟通以那个劝导的方式来推动，在安全维护的部分以后要推动有一个这个升降柱或者是相关的纽泽西等等。要改善驻地安全，警政署长黄明昭回应，已经建议多项作为，像将巡逻车暂时停靠门前，将来车设计需要规划有楼梯式的起坐，加增设纽泽西护栏等等，让警员执勤安全相对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